下雨滴，终日不停，主关心而且了解，你能忍受多少？他将告诉别人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身处在狂风暴雨之中，你的船只已破碎，疲倦失意，别失望。此时此刻，有人为你祷告，宁静平安将要进入你心。有人在为你祷告，有人在为你祷告。当你觉得寂寞孤单，你内心将要破碎，要记得有人在为你祷告。我有写，阿叔，恁摆怎你甲你的声音甲 mute， 甲你的 video 甲取消去。即摆大家拢有听到恁的声。那要记得 mute， 要记得 mute。那我再上课。mute。OK 好，你甲 video 好好。文华兄，文华兄搁咧起来中间。你知道。上次的。文华兄。这创啥？我都无了。你安怎创啥了？哎呦，你笑就气。文华兄，你爱甲你的声音mute。我开啊呢。你甲你的声音甲 mute。他已经上来了，听到他的声音了。不是吗？你在讲啊？我这是喇叭啦，我都无看。看下。麦克啦，看麦克，毋是喇叭，看麦克。对不对？这是你的 meeting 的 ID。创立的。不是的，拄到就。我先把它说。你买的。对。从红的这个。OK。好，右上角有麦克风 ，OK。这个，哦，右上角有个麦克风，看一下。右版。这版呢？让一下，谁有声音？是吧？前面好像无关。右左。OK， 我关掉。你别看无事，伊那个咧努力要起来中间啦吼。
嘿，这节无关。请你看哪一下？咱4月初10有受咱这个网络礼拜啦，吼，7点吼，4月初10拜5。好，咱请 David 带咱来祈祷，就要开始。各位兄弟，大家平安。咱虽然真远，但是咱这时会当咱上足近的款，咱来同心这时礼拜前的祈祷。特别上帝，阮你同心的兄弟姊妹，这时做伙要来敬拜你。随着阮这时要当到礼拜堂来敬拜。阮爱用同一个心来学乐你，阮同心来用你来恳求，阮同一个心来领受主你的教示，恳求特别上帝，你洗清阮心内所有这无清气的，完全有用谦卑的心来调见你，恳求主的圣神，这时甲阮每一位人，甲阮每一位兄弟姊妹同在，来求主的圣神，而这时来带领阮今仔日的敬拜。特别上帝，阮将一切咱交托伫主的手中，求主引带带领，靠主耶稣基督心来求，阿门。咱这时来走啊！主耶和华赏赐我受教师的旨，互我知怎样用言语扶助野善的人。主逐早起叫醒我的耳孔，互我会听，亲像受教师的人一样。主耶和华开通我的耳孔，我并无畏惧，也无退后。咱这是做伙来吟圣诗141首。耶稣做咱牧者，圣诗141首。一首。
耶稣做咱牧者。咱来用新的诫命来告别咱的信仰。新的诫命，你着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诫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声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我用新的诫命，互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咱做来看今仔日的圣经节记载伫新约圣经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腓立比书第2章第5到11。第5节，恁着有基督耶稣的心做心，以本有上帝的形状，为了甲上帝平等，做所接受的，
反倒拼空家己取萝卜的形状，正做人的样相。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就屈家己顺服到直死，甚至死伫十字架。所以上帝高升以极悬，想随以迄个名搬过伫万名的顶面的。福记若伫天、伫地、甲伫地下的，伫耶稣的名，无一个骹头有毋跪拜，无一个喙毋称呼耶稣基督做主，来归荣光俾上帝。去读一摆。你们要以耶稣基督的心为心，他原有上帝的本质，却没有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相反的，他自愿放弃一切，取了奴仆的本质，他成为人，以人的形体出现。他自甘卑微，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因此，上帝高举他，及与至高，赐给他那超越万民的名号，为要遵从耶稣的名，天上人间和地底下的众生都得向他下拜，众口要宣认耶稣基督是主，同颂父上帝的荣耀。这是请李牧师传来祈祷，然后伊要证得，的题目是以基督的心做心。咱做来祈祷，慈悲疼痛阮的天父，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自集，透过网络，阮同心伫遮要来敬拜你。阮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恳求主，你是了对天顶的怜悯甲医治，互阮这个世界。这个全世界这个中国武汉的这疫情是真正愈来愈严重的是。阮需要主你特别的恩典，施落伫这个世界。主你知，你甲阮讲，阮倚靠你的就要得救；阮向你求的，你就要来回应阮的恳求。主你掌权伫这个世界，虽然人有歹心，但是主你是疼阮的，你施落你的怜悯。阮虽然伫肉体顶悬无法度自执，但是阮用心来结连做伙，同心对你来献上阮的祈祷、感谢，甲阮的敬拜。这是阮搁一摆进入伫你的宝座前，阮做伙伫遮来起做这个祭坛，要对你来献上阮的懊恼甲敬拜。主你求你的圣神来甲阮三甲伫地。保守阮伫逐角落，拢有主你看顾，保守阮会通得到平安。愿咱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咱真特别的感受吼，咱连续几礼拜中间，咱用网络来自集，虽然有迄个限制，嘛有伊的便利性啦吼。当这个1月份开始，中国的这肺炎开始来严重的时阵，有真侪人在咧讲讲这个真正是咱爱开始思考，亲像咱这种财改过安尼共款，爱守40天，爱守40天。但现在，照安尼来看吼，这个疫情真正是爱隔离差不多30-40天，迄个才会慢慢安尼来找落来吼。当然，这爱有科学的根据，甲实际的这个状况的调查，才当知啦吼。所以用安尼，咱会当做一寡信仰顶悬的来思考。我用安尼来做引言，是因为咱在解月40天。到伫即个主日开始，就要进入结束。因为过来的即礼拜，就是咱一般咧讲的圣周，吼，圣周就是咱咧讲的受难周，过来拜五就受难日，这过去的40天，咱是来纪念耶稣伫旷野熬饿40天，然后受试探，
开始传福音的这个过程哈，咱讲的宗教节期，用安尼咱来对思来思考，然后进入伫这个受难周的时阵，咱来思考讲咱要安怎来领受耶稣基督上帝的救恩，借着耶稣基督的受难来赏赐互咱。当咱要进入伫这个受难周的时阵，咱知影今仔这个主日，咱叫做棕树主日啦吼。啊，这棕树主日毋是咧讲棕树有偌重要吼，但是伫圣经的中间，棕树有伊的一个荣耀的意义，特别是对希伯来人来讲吼，对希伯来人来讲，啊，当然这个主日就是耶稣最后一摆进入耶路撒冷的日子。耶稣最后进入耶路撒冷的时阵。侪伫耶路撒冷的人，因用棕树枝，因用因的外套铺伫地面来欢迎耶稣入来。但是咱知影，照圣经的记载，过去这历史，这个 Holy Week， 咱要来进入的时阵，咱去看到耶稣其实应邀进入耶路撒冷城，事实上是要面对伊的受难。有足侪人问，这2000几年来。时常有人问这句话：耶稣敢唔知影吗？还是讲耶稣既然知，伊为什么要搁安尼入去耶路撒冷？伊家己嘛有言3摆讲伊会受难啊，是安那搁要去？有个人拢想袂透，讲啊，是毋是有人讲啊？哪有人遮戆的啦？啊，就知影头前有迄危险嘛吼，啊，搁要安尼去？这个一直是伫人的心中，特别是。无信主的人，因为真犹豫啦，哪有一个人会安尼做？啊，伊的目的是啥物货？伊既然是无做的时阵，伊的目的是啥物货？咱要对今仔日的经文《腓立比书》第2章第5节到11节来去思考。箴言第5节，伊安尼讲一句话，伊讲：恁着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恁着用基督。耶稣的心做心，然后第6节到11节是咧描述什么叫做基督的心做，基督的心是什么话啦？啊是讲咱咧讲耶稣的心意是什么话？伊为什么要进入耶路撒冷？伊要安尼行啦？吼，咱先来思考第6节所写，伊讲伊本底有上帝的形状啦，吼。啊，这好啊，本来讲形状，还是讲台语？翻译讲形状，咱较袂当介了解迄个形状到底咧形容啥物话。有当时咱有可能会去误解吼。台语的圣经讲，伊本有上帝形状，无掠甲上帝平等做所着接受的。咱的中文的新译本伊讲，他原有上帝的本质，却没有滥用跟上帝一样同等的特权。这个本质是咧解说头前咧讲的形状，形状等于本质啦，本质。啊，这个伫原文是安怎写？足侪人咧想这个时阵去甲想做创世纪咧讲的迄个上帝照伊的形象做人，其实毋甲迄无共字啦，吼。咱先来看约翰福音第1章伊安怎写，伊讲当宇宙受造。以前，这个道已经存在，这个道是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伫太初，道甲上帝同在。这个道，咱伫进前的讲道中间，捌甲大家分享过，咧讲到道本身。佮继续咧讲的时阵，咧强调这个道是啥物货？道是上帝本身。道是啥物货？佮道成肉身。咱的台语的翻译也是讲好，本来道成肉身新的本是讲道成为人，这个肉身就是人啦所以真清楚甲咱讲，道是上帝，道嘛成做肉身，这个肉身咧指什么人？这就是指耶稣基督。所以耶稣基督本底有上帝的本质，这是咱伫这个中文新译本的中间所甲咱讲翻译出来。耶稣基督他有上帝的本质，所以他是上帝本身因为安尼来去思考讲耶稣伊的心是啥物话？伊宁可家己来成做人的救赎，
所以照拄则安尼讲的讲法，圣经的记载，根据圣经的基础，耶稣基督就是上帝，圣经真清楚记载，所以道甲上帝同在，道就是上帝，道嘛真做肉身就是耶稣基督，真做肉身。所以咱伊踮伫咱的中间，充满恩典甲真理，互咱看见伊的荣耀。这嘛是伫今仔日的圣经第11节所写的第11节所写的。伫福音书约翰福音书第1章写真清楚来讲，道已经存在，是甲上帝同在，所以有上帝的本质，伊是上帝本身。真侪人甲即个形状甲想做创世纪咧讲上帝照伊的形象来做人，迄个 image 其实无共款的迄个 image 是改成是，那像一个咱讲 copy 相片，你会当 copy 几啊张，看起来拢共款迄种的 copy。但是迄个本质是咧讲啥？咧讲耶稣基督本身就是上帝。是本质啦，毋是迄个 image 尔定，毋是迄个形象。所以咱真侪人咧常常讲上帝是王的时阵，就亲像一个骑马，足有威严的即个国王也是一个将军安尼有侪人讲，圣经嘛甲咱讲耶稣是万王的王，所以咱咧想象，万王的王是足威严足有迄个荣耀但是咱知影耶稣进入耶路撒冷，事实上伊毋是安尼骑一个马穿甲足水的安尼耶稣是骑驴入去伫即个这耶路撒冷，连面咱会去解说即个部分啦所以伫即个所在咧讲形状，和合本咧讲他本有神的形象，这较容易产生误解啦中文系第二本的翻译较接近迄个希腊文希腊文morphe是咧讲到迄个本质，迄个 form 迄个本质所以咱知影耶稣基督的本质就是上帝，这是符合约翰福音的记载啦过来咱就要来思考是讲既然是安尼，伊是上帝的时阵，伊是安那要降世？道成肉身做一个人的款式其实耶稣的降世本身就代表着伊的谦卑的形象，代表伊的心意，因为照伫旧约新约甲旧约有过400当无有先知的预言，也无有记载，佮过伫即个旧约几啊千当的即个历史的中间。上帝找族长，上帝找先知，上帝找祭司，上帝找士师，上帝找足侪的遮的信仰的先辈，遮的伊的奴仆来劝勉人离开罪恶，但是拢无效果，拢无效果。所以上帝伊的心意就是要来救世间人。亲像咱拜五读的提摩太前书，甲咱讲保罗伊的见证上帝的本质，伊的心意就是要来救人，毋是要来害人所以伊就一步一步行伊所预言即个受难，也是讲伊所计划要行拯救的道路的即个来一步一步来完成安尼约翰福音第3章16节到17节的圣经，咱拢真熟上帝遮尔疼世间人甚至赏赐伊的独生囝，要互所有信伊的人无得到灭亡，反得到永生。17节讲，因为上帝找伊的囝来到世间，毋是要定人的罪，也是要来拯救要借着伊来拯救世间人。这就是咱拜五所读的提摩太前书第1章经文，保罗所讲的代志上帝遮尔疼世间人遮尔疼世间人。这是提摩太前书11章伊讲，基督耶稣降世的目的是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靠，
值得完全接受的。我是罪人中最坏的一个，保罗在形容伊家己啦哈。可是这正是上帝怜悯我的原因，好使基督耶稣对我这罪人中最坏的一个显示他充分的忍耐，使我得以做那些以后要信他、接受永恒生命的人的榜样。这个咱知影讲，耶稣基督降世的目的。这保罗的话啊，咱伫前几天的这个每日读经的经文中间嘛有读到哈，讲因为论到我活着就是基督，死就是利益啊，这未介清楚啦哈，这个翻译我用现代中文也不能讲，因为对我来说，我活着是为基督。甲头前有小可看起来的字面，小可无共款的了解。讲我活的是为着基督，我活的唔是为着家己，是为着基督，死都有利益啦吼。所以我若活的唔是为着基督，我死就安那无利益，无帮助安尼。所以保罗是安那要讲活着就是基督，意思就是讲，伊活的是要为着基督来活，唔是因为保罗的骄傲，伊明白伊家己袂当代表基督，伊家己嘛讲过吼。但是伊知影受基督呼召，真做使徒是伊的使命。所以咱看伊讲，我活着是为基督，我活着是为基督。所以，那是活的为着基督的时阵，死了就有利益。迄个利益伫希腊文吼，capitos 吼，伊是 gain， 就是讲，也是讲增加利益啦 ，profit 吼，这个意思吼。所以讲，我若是活的是为着基督，那安尼就有利益。利益什么啦？利益正人，有帮助着正人。那个倒转来一摆。伫提摩太前书保罗的话，伊讲，可是这正是上帝怜悯我的原因呐哈，好使基督耶稣对我这罪人中最坏的一个显示他充分的忍耐，使我得以做那些以后要信他、接受他永恒生命的人的榜样。所以既然受到基督的救恩，得到赦免，佮得到呼召，成做福音的使徒，成做使徒的这个典范，也是讲信徒的典范，伊就必须爱明白，伊活的无搁再是伊家己。保罗嘛讲过这个话足清楚。我活着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基督伫我的内面在活，所以活的是为着基督。所以更较明白来讲，是伊的死要成做福音的利益，伊为着福音来死，都有功效都有功效都有利益都有利益。用安尼的概念，咱要放伫耶稣为什么要降世的概念顶悬。咱讲基督徒活的是为着基督，然后主活的是啥？是为着伊受呼召的目的。伫耶稣搁活了后，甲伊的门徒来显现的时阵，伊安尼甲因分一口气，甲因讲愿恁平安，然后接续迄句话真重要，伊讲我找恁，亲像爸有找我。所以耶稣降世的目的是要来完成上帝的救赎，是要来完成上帝的救赎。伊来分一口气，讲恁受圣神耶稣是基督。这个是彼得的信仰告白，永生上帝的囝，伊嘛受到上帝的差遣，降世要享受这个救恩，予这个世间人。所以本身就是上帝，本身成做救人，本身成做迄个罪代赎的羊羔，做退赎品。耶稣基督明白伊的使命，所以亲像今仔日的经文安尼甲咱讲，伊本底有上帝的形状，无掠甲上帝平等所着接受的，反倒摒空家己取萝卜的形状，成做人的样式，已经有亲像人的款式，就屈嫁家己，顺服到死，甚至死伫十字架。
亚稣他原本有上帝的本质，却没有滥用跟上帝同等的特权。咱用安尼来做思考，基督的心是讲，伊有上帝本质，伊本底是上帝。伊若讲我就是上帝，我是安那爱安尼做，甲人的想法共款的时阵，我明明知影头前是有危险，我是安怎就搁继续去？这是人的角度吼。但是对上帝的角度，要拯救的角度，伊拯救的计划，对耶稣基督的心，伊要做啥？伊讲相反的。他自愿放弃一切，取了奴仆的本质，成为人，以人的形体出现。他自甘卑微，顺服至死，且死在十字架上。所以咱知影耶稣基督伊耶路撒冷的这旅程是伊顺服的心意，要来成全上帝拯救的心意。拄则讲啊，耶稣毋是骑一只足水的马，足英雄的进入伫这个耶路撒冷，伊骑一只驴仔。当然，骑一只驴仔有几种无共款的意义啦，吼。一种就是因为伊做谦卑的王，吼。另外一种就是伫史书的记载中间，史书是以色列人的领袖，因规个家族其实拢骑驴仔，这有记载圣经的内面，吼。伊用安尼形状来进入，搁来另外一个是伫政治上的目的啦，吼。耶稣如果是骑一只咱中文咧讲上少少气红红的马啊，入去伫耶路撒冷城的时阵，你想罗马的军队安那，一定起来甲围攻啊！哪有可能？我已经有罗马皇帝，阁有分封的希律王，即摆阁一个称作犹太人的王来。这就马上就起冲突啦！这是另外一个伫迄个当初时的实际状况的下面的考虑啦吼。基督的心到底是啥？其实基督的心，咱若对今仔日的经文，腓立比书第2章来看，第50节讲，恁着用基督的心做心，你们要以基督耶稣的心为心。基督的心到底是啥物心？有的人讲是疼心，因为基督徒拢讲疼嘛，吼。耶稣的心到底是啥？其实真重要，咱注意来看，就是一个谦卑顺服的心。谦卑是一个真重要的特质，特别是伫基督徒的团体中间，咱会看见有侪真有名的人，伊会真容易失去迄个谦卑的心。这可能嘛包括教会领袖，包括侪单位的领导者，甚至个国家的总统。你若无介谦卑的时阵，咱会去失策吼，会去看无应该爱看的代志，也做袂到讲咱应该爱做的责任。保罗是一个真好的例，伊本身真谦卑，伊无看讲有足侪人军队我，所以吼我是。安尼足了不得的人，伊袂安尼想，伊等到讲我活的是为着基督。所以伫整个咱看腓立比书第2章第50，咧甲咱讲这个引言，后壁就是咧讲着基督耶稣的心，伊的心就是伊屈给家己来听上帝的差遣，互伊会通摒空家己。伊无掠家己做上帝迄个本质的来伫遐来接受，伊颠倒来屈家，诚做人是一个足微细足微细的形象，足有限制的形象。咱看见上帝安尼来帮助咱，借着耶稣基督来帮助咱，借着耶稣基督施了伊的拯救，借着耶稣基督诚做一个真好的典范。所以，咱诚做一个基督徒，特别是在面对这个肺炎、这个疫情的时阵，我感觉咱更需要谦卑，来学习耶稣基督的心。咱看见讲这个时阵，无论你倒一个国家偌强，拄着这个病菌，拄着人的性命的问题，咱拢无在调。咱只有爱倒转来伫上帝面头前，来学习伊的心。
用耶稣基督的心来羡慕咱的救主伊的救恩，来甲咱三甲伫地。望主的恩典来赏赐咱每一位，咱做伙来祈祷。听到阮的天父，感谢你的恩典。求主你伫阮这段咧面对这疫情的时阵，有你教育的恩典，你的保守，你的看顾，你的医治，施落伫阮的中间。主面对性命的问题的时阵，阮无有一个人会当处理，因为性命的主是你。主求你来帮助阮，当阮伫面对这个疫情的时阵，对伫阮的国人。阮的教会是毋是阮的地方政府首长，甚至国家的总统领袖，望逐个人拢有主耶稣基督谦卑的心，来恳求上帝的怜悯，来顺服上帝的旨意，来学习要安怎面对这个疫情，来抵抗。每一个人做好家己的本分，来完成整个全球防疫的这个效果。阮伫你的面前，搁一摆谦卑，阮嘛谦卑来学习新的科技，互阮虽然袂当组织做伙，犹原会当三甲伫遮来有好的团契，好的敬拜，献伫你的面前。阮也献上感谢，你赏赐阮这便利的工具。然后，阮会通伫你的面前，搁一摆来献上阮的恶乐，求主你搁一摆施落你的恩典，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咱这是来源圣诗284首，284首。我羡慕救主耶稣，284。我羡慕救主耶稣。284首。我羡慕救主耶稣。罪，连滚那心。
咱来唱奉献的诗。咱做伙来感谢基督，听完基督上帝，你知，阮有时会拄着困难的时阵，有时阮的信心也无够，阮恳求你来帮助阮，会晓时时刻刻会晓信靠你，会帮助阮知影，主你有甲阮同在。虽然我有时拄着看起来那什么袂当改变的代志，主求你帮助阮来继续来仰望你的恩典的带领。特别上帝，我看到一日愈侪的人着破病，愈侪家庭的人为着因遮丧失亲人，也是受苦的亲人，会得到哀伤烦恼。主，遮的人，侪人我毋捌你，特别上帝，恳求你来安慰因，主求你保守因。伫阮逐人拄着遮个艰苦的时阵，阮会爱献上阮的感谢，特别上帝感谢你，因为你有互阮有济医护人员，还佫济伫社会上来为着遮济人需要服务的人主。求你享受因，逐人拢得到平安。阮也恳求主帮助阮，遮济教会、济团契，因检测面临着济挑战，无法度通聚会。但是阮感谢主，有照顾阮，咱继续，阮逐人会当做组织，而且来敬拜，也就好有聚会。特别上帝，求你继续，你照顾你的教会，特别上帝，我感谢你，你互阮国家，大个国家有政府的领导者来带领阮，阮恳求主享受因，逐人有教育的智慧。特别上帝，阮感谢你，互阮逐人也有即个安全的厝，而且来闪避即个外口遮个病菌危险的事。特别上帝，而且阮献上感谢。特别上帝帮助阮时时刻刻有感谢的心阮会晓来听主为主做好的工，延更主的圣尊名。阮的祈祷一切拢是靠最后所基督圣名来求，阿门。这时咱来请李牧师来为咱基体关来做报告。好，来，咱共款吼，为着大家来祈祷啦吼，也为着即个疫情的控制吼，即个防治来祈祷。更较重要就是咱家己本身爱保护好势啦吼。那么继续为着你表牧师娘的身体来代祷吼。咱即摆你若开始去即个卖场吼。拢爱排队吼，伊无要互伤侪人入去。咱教会为着安尼，所以咱目前按算就是到伫4月底，拢用即个下骹即个 link 吼，要来做即个网络的礼拜。若需要搁延长，我会搁申请另外一个 meeting 的 ID， 我会搁寄互大家安尼吼。好，咱周间的聚会就。无拢共款吼，甲礼拜日共款。咱即马逐礼拜5下7点有咱的聚会。咱的奉献的方式伫即个所在，周报内底有寄互大家啦吼。咱会当先准备起来，是要直接先寄互David拢无要紧吼。来，咱拜5
阴暗的7点，拢有一个迄个题目台经老师的查经，网络的查经吼。即个咱会继续啦吼。但是过来拜5、4月初10，咱要举行即个受难日的礼拜，受难日的礼拜。所以迄个礼拜中间咱有短的礼拜，咱连夜会当来讨论啦吼，看咱大概要安怎来进行吼，安尼。咱前礼拜有拢总有31个人出席啊吼，20个电脑。礼拜5查经有11个人参加吼，咱会当透过即个Zoom 较侪人来参与。咱虽然袂当组织做伙，但是透过网络，咱会当互相来交陪，即个 fellowship， 我想这是真特别的吼，会感受啦吼。即个过去了，我想咱会真怀念这段时间啦吼。咱会通借着安尼来大家互相请安，嘛较袂讲安尼关甲安尼足郁卒拢无看到人安尼吼。所以鼓励咱较侪人来参加吼。David mute。咱做来读今仔日的金句是诗篇31篇15节到16节，咱来读2摆。15节，我的造物伫你的手，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对敌的手，以及困逼我的人。求你，互你的面照光你的路卜，照你的慈爱拯救我。15节到11摆。我的造物伫你的手，求你救我脱离我的对敌的手，以及困逼我的人。求你，互你的面照光你的路卜，照你的慈爱拯救我。诗篇31篇15节、16节。咱做伙来念上言的诗512首，512首，然后请李牧师读到。第512首，愿咱救主耶稣基督。咱搁一摆来领受上帝的祝福，祝愿搁一摆伫你的面前来献上祈祷，求主你来帮助阮度过即摆的疫情，阮需要主你的看顾稳定，愿主的平安甲咱三个伫地，对即点到永世代无尽，阿免。
好，今礼拜到这，咱开始会当开咱的 video 出来啊。这个开。它是控制在那边。来，我来开，请恁，应该恁嘛会当开的款啦吼。好，来，我来。你开开。有无？我也袂当开。你的哦，平平的哦，等者哦，我看。你的在哪里呢？看到了。哦，我袂当开。平。喜欢你的开。我自己打不开，好像。好，等一下我看一下哈。我的嘛袂当开。好，来我看哦。等一下哦。OK 啦。有啊，我有看你一啊。来，我已经去 ask to start the video 来。不然你有聊啊？啊，我嘛看到回呐。高然后这边是谁？高赞。这种还没出来，我的这下没出来，我弄出来啊。有无？哎，冇声了，冇声了。录音了。有无？录音了。有啦，有看到无顺利嘛啦。到的无。那声音我就没懂了。蒙面。你要开麦克风。嘿，我的嘛，出不来。我按也麦克风。被属下面。哎，就冇输。啊，都有啊。是啊，对啊，不应该开，你有接到声音。我找一下，一直叫你开，我都开。我没有看到你。这个麦，两个变得讲，一麦克风起无，就是这么有嘛，咁样。平啊？你们有那个的吗？我的开不开耶？他说需要，他说主持人已将你的视讯关闭，你无法自我开启。哎啊，我有邀请了呢。我没有。对啊。等一下哦。不看我等一下。你在哪里哈？我在哪里啊？我不知道，连我的。你那边无还是？你约多啦。这么是没有关系啦。你有没有写你的名字啊？我的应该是平平的 iPad 呀，哇塞。写一个 iPad 嘛哈。对，就一个 iPad。好，我先按了2。有没有看到？有了。啊，我看到啊。有看。这就我输了。那有迄个声音就爱开哦。你无顺畅，你敢有开？啊，阮听你的声。什么啊？奇怪。David 无开。你都系。哥，你无 unmute？ 唔是。我惊你讲，互恁听到。录音啦。你好。今仔敢是有新人吴医师伫遮敢会讲啊？吴医师伫倒位？我是吴医师的太太。吴医师啊，伊这来啦。伊迄个